原居民鄧生將阿爺百年圍村祖業交俾呢個李生裝修兼出租，協議俾佢收翻3年租金抵消裝修費。點知呢個李生竟然偷偷地將呢一間屋以60萬賣咗俾呢一位黃生。陰謀詭計奪村屋。好啦，而家鄧生就間屋俾人霸咗啦，而俾咗60萬買屋嘅黃生隨時渣都冇。至於私底下賣咗間屋嘅李生，就竟然話自己先至係受害者，仲理直氣壯要見面交出證據。我哋東張西望㗎。都好不過啦，我摸10幾次東張西望都唔嚟。而家其實佢話你呃咗佢層樓喎。佢呃我層樓，我裝修費佢點樣計啊？但係而家你攞一層樓裝修喎，裝修完你租咗俾人噶咯喎，嗰啲裝修費話你當噶嘛，又唔關你事，你同佢講到明喎，點解唔關你事咧？關我咩事啊？合約都寫到明，我租係你收噶喎。冇錯啊，但係佢有冇俾到我收咗租啊？個租係你同個租客收，咁咪關佢咩事咧？喂，我租口收，佢真係滾咗我租客啊嘛，我收嗱幾時有趕咗租客？喂，有單有據㗎，有租約㗎。咁啊，而家你用唔好再問60萬買咗俾阿黃生。我冇60萬賣俾佢，係你地產喺度做嘢，係你警察唔公道。白紙黑字寫到明㗎咯喎，嗰張支票係你收㗎喎。係冇錯啊。喂，咁個60萬你收咗，咁即係人哋都係會覺得係你攞買咗層樓啦。我俾咗間屋佢嘅喎，我收60萬，我俾翻屋佢嘅喎。間屋係人哋㗎嘛。我嘅喎，黑字白紙寫我個名嘅喎，你可以定查下㗎嘛。嗰層樓係你，嗰層樓唔係你㗎嘛。我賣呢層啫，關佢事嗰個。你買咗呢層，但係你霸埋人哋。我冇霸佢嘅喎，隔離嗰層你即係佢話啫喎，攞證據出嚟咯，話啫喎，我嘅話你強姦你啦，咁得唔得啊？唔得㗎嘛，話啫嘛。明明有呢一份轉讓嘅協議，寫到明係你將鄧生嘅祖屋以60萬轉讓俾新買家黃生，喂，仲有晒簽名嘅喎，莫非呢啲唔係證據？而家鄧生就好無辜嘅。我更加無辜啊！你點無辜法啊？我使咗錢，俾人告，俾佢哋追殺啊！黑社會追殺有錄音㗎。你俾人呃啲咩？點解佢哋要咁樣追你？一幅爛鬼地乜都冇㗎，2萬蚊一尺啊！我買間豪宅都唔使2萬蚊一尺啦。嗱，話題一轉，呢個李生又無情情提及一幅唔知咩嘅地啦。而家講緊呢度喎，唔好講其他。佢係交換㗎。交關佢咩事咧？交換。你而家就係夾埋，就揾東張西望，就串同，就玩我。點玩你啊，李生？我哋收到報料嚟做嘢㗎咋。不過咧，講下，連圍村村長都加入埋質詢嘅行列啦。點解村長？你嚟交啦，搞埋你鄧氏家族嗰啲嘢嘅啦。我而家我都本身會同揾你嘅，但係點解話租嘅？點解轉個頭嗰個嘢會變係買賣嘅？點解？點解會啊？你收咗人支票嘅喎？點解你講俾佢聽？點解會收咗人支票嘅你？係咯，你點解？就係俾佢哋啲害咯，即係揾幅地嚟玩我。邊個害你？邊個攞幅地嚟玩你啊？李生係冇講清楚噶，只不過當佢上車唞一唞，儲夠能量之後，佢又諗到另一個新版本啦。個地產話介紹一幅地，可以起廟堂嘅，喺邊度啊？嗰塊地喺平斜有塊地，大家交換。呢度同嗰度交換，係因為呢個位係你噶嘛，左邊嗰位嚟噶嘛。咁其實嗰60萬嘅支票係我收咗。但係點解嗰60萬咧係同阿黃生簽嘅？佢阿黃生俾我啊嘛，大家幅地係黃生啊嘛。佢嗰60萬咧係嗰塊地加呢間屋，佢俾塊地我，仲補多60萬攞呢間屋。嗱，各位觀眾，等我重組一下李生嘅最新版本先啊！嗱，佢話佢同買家黃生嘅協議係，黃生要俾60萬再加平斜嗰塊地啊，去交換李生名下嘅呢間屋。不過咧，就算係咁換嘅話啦，都係換阿李生自己名下嘅呢間細屋嘅啫。做乜你要收多黃生60萬，私底下又賣埋阿鄧生嗰間祖屋嘅咧？有冇可能根本就係你呃人？嗱，咁樣咧，唔好大家拗，而家報警。我跟住我就去深圳6號嗰日，我翻嚟就約埋村長去鄉事會嗰度傾，可以約埋黃生，約埋地產。但係6號之後任何一日都得。我哋6號之後約你好唔好啊？係得，隨時約我攞齊所有文件、所有證據，包埋嗰位所謂黑社會大哥，我都叫埋佢出嚟。跟住李生同鄧生喺我哋陪同之下就去咗警署度報案啦。李生聲稱俾人呃，而鄧生就控訴李生搶咗佢間屋。不過警方就以鄧生唔係業主為由，未能夠立案啊。我梗係唔信佢啦，大話連篇。而家我就想公開呢樣嘢，起碼
唔好俾第二啲人再俾佢呃咯。最想係攞翻間屋咯，亦唔想佢再呃人哋啊嘛。曾經隔離嗰個阿婆啊，佢都想叫人哋維修嗰間屋㗎，有一樣㗎。嗰間又係爛爛底嘅屋。好彩嗰個阿婆冇應承佢咋。如果有任何嘅人咧，用一啲欺騙嘅手段咧，攞到其他人嘅財產的話咧，咁呢一個咧係有機會咧構成一個欺詐罪嘅。咁所以假設阿李生咧同鄧先生簽嗰個合約嘅時候咧，其實佢已經係冇諗住將呢一間屋歸還俾阿鄧生㗎啦。佢純粹透過呢張合約咧，欺騙到阿鄧生將佢嘅管有權交出嚟嘅話，咁呢一個咧可能咧係構成一個刑事嘅罪行嘅。我哋同李生交換電話之後，李生就將會面日期2度延期啊！除咗 send 過一張向鄧生自辯嘅對話記錄 cap 圖俾我哋之外，其餘佢自稱喺手上嘅證據，包括係鄧生趕走佢嘅租客、同黃生換塊地嘅合約，以至係被黑社會恐嚇嘅證據，一概都係冇晒影。咁於是啊，我哋轉向阿黃生度攞下證據先吓。嗱，由黃生 send 俾我哋嘅臨時買賣合約睇到，地段編號尾數79嘅物業持有人李生係以60萬港元將物業賣俾黃生，上面係冇附加坪輋塊地，亦都冇寫加埋阿鄧生祖屋嘅物業嘅喎。咁又何來阿李生所講用塊地交換，同埋俾地產強行加埋鄧生間屋一齊賣嘅講法呢？另外啊，黃生仲出示埋律師樓代收60萬嘅收據，加埋之前抬頭俾李生個60萬支票入賬記錄，清楚顯示李生一共係收咗黃生120萬，而唔係李生所講只係收咗60萬啫。買賣有晒記錄，屬於李生嗰間細屋，經律師交易固然係冇問題啦，但係經轉讓協議交易嗰間鄧生嘅祖屋，又係咪仲有效呢？李先生根本喺呢一間屋入邊咧，係冇任何嘅業權的話咧，咁當然其實佢就冇任何嘅業權可以賣出俾其他人啦。因為根據鄧生同李生合約咧，李生似乎係好清楚咧，其實佢係必須要歸還翻呢間屋嘅，但係佢依然咧將佢賣俾一個第三方，亦都收咗對方嘅錢。如果佢明知呢一個合約係冇法律效力，甚至乎係非法嘅情況之下，依然將佢賣俾第二啲人嘅話咧，咁會有機會咧，因為呢個非法嘅元素咧，就令到張合約無效咯。綜合3個人嘅講法同埋現場嘅證據，我嘗試咁樣作出呢個推論啊！嗱，李生出錢維修鄧生間祖屋之後，出租咗至少年半，然後以120萬將自己間屋連同鄧生嘅祖屋一併賣咗俾黃生，而黃生付出咗120萬之後咧，就將呢2間屋分別出租，直到而家。至於鄧生間屋係由阿爺傳落嚟噶嘛，由1970年代開始咧，一直由佢交地稅、差餉，但租金1蚊都冇收過啊！陰公，而家間屋仲喺黃生手上添。咁而家鄧生可唔可以向黃生攞翻個物業咧？有機會，不過咧要睇下佢攞到幾多證據出嚟。雖然呢個註冊業權咧就唔清晰嘅，咁但係其實喺法律上咧，咁呢個大家都可能比較耳熟能詳。就係逆權侵佔。如果有一個人佢佔用咗一個物業超過咗12年嘅話咧，佢係可以咧有機會咧喺法庭同意頒令嘅情況之下咧，成為呢一個物業嘅業主嘅。咁假設由佢叔公開始，佢叔公過咗身之後咧，將呢間屋咧就交咗俾呢一位鄧先生嘅話咧，而呢一個時間咧係早於1991年的話咧，咁個佔用嘅時間咧就係需要20年咯。假設鄧生咧透過逆權侵佔而攞到呢一個佔有權嘅人咧，佢係可以咧驅逐其他嘅佔用者嘅。當知道鄧生有機會攞翻間屋嗰刻咧，哇！黃生都好激動啊！喂，大佬啊，咁如果你有契嘅俾人買咗，你都有少責任，你都要同我一齊去追討翻嗰個李生嗰60萬啦，大佬啊，係咪先？你俾間屋人哋過嚟行騙，咁我就變喂，如果你鄧生攞翻間屋，我就懷疑佢同李生兩個串謀噶咯，係咪先？黃生明知道係冇契樓都照買入，嗱，而家遇到咁嘅情況啦，會唔會最後係錢又冇，屋又冇呢？黃先生咧就要睇下佢係咪一個屬於法律上我哋所謂嘅真誠嘅買家啦。首先真金白銀付出咗啦，咁第二咧就係咧，其實佢係對於任何業權上嘅問題咧，佢係不知情嘅，佢係唔知道咧呢間屋咧係可能有一啲第三者嘅權益。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，就佢可以被視為一個真誠嘅買家。
只不過黃生之前的確係咁樣同我哋講過嘅噃。咁我哋買嗰啲係冇契嘅嗰個咧，係有個風險係，除咗鄧生出現之外咧，可能有 ABC 嘅鄧生出現都唔定，因為冇契啊嘛。如果睇翻呢個查冊咧，當然喺業主嗰一欄咧係冇記錄嘅，但係咧上面個註腳咧亦都講咗咧，呢一個物業咧係有一位鄧先生咧，可能喺1914年嘅時候咧係買咗呢幅地嘅。喺呢一度咧係睇到咧，可能呢一個物業咧係存在一啲第三者嘅權益嘅。咁所以如果法庭係同意呢一個睇法嘅話咧，咁呢一位黃先生咧就未必可以被視為一個真誠嘅買家。睇翻鄧生收藏嘅文件，除咗有最新一期嘅差餉單之外，間屋嘅地稅收據最早仲可以追溯到1973年，證明鄧生佔用嘅年期橫跨半個世紀。除咗用逆權侵佔有機會會攞翻間屋之外，喺大堆嘅收據入邊，我哋仲揾到兩張1914年5月22號發出嘅收據，一張寫住收取咗鄧生阿爺1毫子按比例租金，而另一張就寫明收咗2蚊買地嘅補地價。嗱，呢兩張過百年歷史嘅收據，律師話係有力嘅證據去證明土地業權係屬於佢嘅先人，但最終都要透過法院嘅聲明先至能夠確立啊。本身屬於你，但係又攞唔翻，有啲咩感受呢？即係梗係唔開心啦！呢啲係祖業嚟噶嘛，唔可以喺咁樣俾人哋霸佔咗、遺失咗啊嘛！你會唔會放棄啊？絕對唔會放棄啊！點解？呢係祖業嚟噶嘛，唔可以喺我手上遺失啊嘛，話咗噶啦。就算我呢一代攞唔到啊，我下一代都要繼續追討啊！